飛那3個小時到首爾，結果發現皮膚科週末全關門。你氣不氣？很多紫微第一次去韓國做皮膚管理，根本沒想過營業時間這個問題。工作日請不到假，週末飛過去，發現80%皮膚科週六上午就關啦，公休日更是一家都不害。但我幫你篩出來啦，韓國有6家皮膚科全年無休，明洞 Legion 365天不關門，早上9點半到晚上8點半，5位院長輪班坐鎮，5語翻譯，逛街順便做臉。新沙、地蒲、金漢基院長親診，延世大學出身，自人風微調，不推不必要項目。江南 Rabbery 全週10點開到晚8點，AI 3維皮膚檢測，中韓同價不區別對待。江南 Way Moment 365天守護你的美麗。清潭洞島山大路，斯雅史雅224平超大空間，2台超聲刀，2台熱瑪雞不用排隊。金主恩院搶坐鎮，前身係烤歐亭10年老店，濟州 Now Midi 去濟州旅遊順便做臉。首爾大學團隊，機場打車15分鐘就到。紀錄家在 Bilsco 上全部能查實時價格，何院長排期，一鍵中文預約，到店有中文對接。評論區扣全年冇收，我把完整清單發你。